吉隆坡嘅公共交通真係咁差？等等，最近我有個開心大發現，就連好多本地人都仲未知道㗎。咁就係今年年初先至推出嘅 Rapid KL On Demand 服務。其實佢就好似我哋香港嘅專線小巴，仲要係循環線嘅嗰隻，但係佢就係採用一個預約制嘅。佢會喺指定嘅地區入邊不斷咁循環行駛，你可以上網預約呢個小巴，同埋揀你上車同埋落車嘅地方，甚至乎可以好似喺香港咁樣同司機講前面轉彎有落唔該。至於點樣預約，即刻示範俾你睇。第一步，首先去到 MyRapid 嘅網站，撳入去呢一個 Rapid KL On Demand，睇睇你所在嘅地區有冇呢個小巴服務嘅覆蓋。第二步，下載相應嘅 App。係啊，呢一點我都覺得好奇怪，約架車啫，竟然要分開3個 App， 果然係充滿馬來西亞嘅特色啊！咁我所在嘅地區就係用 Track 呢個 App 嘅，所以嚟到第3步就係要打開 Track App， 揀翻下邊嘅 Rides， 選擇翻路線同埋你上車落車嘅地點，跟住揀翻你搭車嘅人數，之後撳確定，系統就會安排車同埋顯示車嘅資訊俾你嘅，咁就包括車嘅車牌號碼啦，同埋架車幾點鐘會到達你上車嘅地點嘅。上車就拍卡俾錢，可以用嘅卡咧就包括以下呢一堆，收費係非常之平嘅，只需要馬幣1蚊嘅啫。咁車入邊嘅空間咧就真係有啲窄嘅，但勝在咧座位都係相當舒服嘅。喺呢度有一點要提醒大家，就係你落車之前記得要再次拍卡先好落車啊！咁唔知大家有冇見過，甚至乎係搭過呢一個 Rapid KL On Demand 呢？呢個服務又有冇方便到你？留言話我知。